聖馬格尼塔，利古雷坐落於風景如畫的蒂古里奧灣畔，是利古里亞海岸最優雅、最迷人的旅遊勝地之一。漫步在海濱長廊上，棕櫚樹、精心打理的花園，以及色彩繽紛的利古里亞風格建築相映成趣，營造出輕鬆而優雅的氛圍。在這裏，無論四季更替，大海始終是最耀眼的主角。歷史中心遍佈迷人的小廣場、精品店、咖啡館和餐廳，而遊艇港則迎接着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。俯瞰整個海環的是聖馬格麗塔利古雷城堡，這座建於16世紀的古堡最初用於抵禦海盜入侵，如今已成為當地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。聖馬格尼塔利古雷船是前往波托菲諾、參觀美麗的聖弗魯托索修道院，或探索俯瞰大海的海格步道的理想出發點。歷史、自然、文化與熱情好客在這裏完美融合，使聖馬格麗塔利古雷成為一處令人流連忘返的旅行目的地。在這裏，利古里亞的美麗以最優雅的姿態展現，為每一位到訪者留下歷久彌新的美好回憶。